咁我而家將時間交俾主席，多謝你先生，多謝你秘書長，大家早晨，多謝大家今日嚟到。我今日嚟到呢度呢，係想向美國人民同埋在座各位更新一下有關 Epic Fury 行動嘅最新情況。首先，我懷住深切悲痛同感激之情，向大家公布我哋6位陣亡英雄當中4位嘅名。佢哋全部都係美國陸軍預備役第103支援指揮部嘅成員。佢哋嘅摯愛荷華州德梅恩喺美國陸軍預備役 ，Cody Clark 上尉、Noah Tigans 一等中士、Nicole Amore 等中士同埋 Declan Cody 中士。對於我哋陣亡將士嘅家屬，我哋今日同你哋一齊哀悼，並且期待喺未來幾日嘅多佛歡迎你哋嘅家人返嚟。為咗尊重其他家屬，我哋會等到通知直系親屬之後，先公布嘅佢嘅名。等所有家屬都收到正式通知之後，我或者 Cooper 上將會盡快公布咗佢哋嘅名。對於我哋嘅金星家屬、受傷戰士同佢嘅摯愛，我哋永遠都唔會忘記你哋嘅犧牲。我哋國家會同你哋一齊，永遠感激你哋嘅勇氣、堅韌，對呢個任務同國家嘅忠誠。正如部長所講，我哋已經進行咗4日，呢個行動已經過咗103個鐘頭。今次行動再次以明確嘅軍事目標展開，目的係要瓦解伊朗嘅今日同未來向外投射實力嘅能力。首先，我哋針對並消滅伊朗嘅彈道導彈系統，防止佢哋威脅美國部隊、伙伴同埋喺區內嘅利益。第二，我哋正摧毀伊朗海軍，削弱佢哋嘅實力、能力同埋執行行動嘅本事。唔單止喺中央司令部嘅責任區，正如部長嘅片段入邊展示嘅，仲喺全球各地。第三，我哋要確保伊朗冇辦法快速重建或者恢復佢嘅作戰能力，而呢啲階段會隨住行動繼續而展開。截至今朝咧，美國中央司令部咧正係穩步推進。伊朗嘅戰區彈道導彈發射次數比起開戰第一日已經減少咗86%，單係過去24小時都減少咗23%。佢哋嘅單向攻擊無人機發射次數比起開戰初期都減少咗73%。呢個進展令 CENTCOM 可以喺伊朗南部沿岸建立局部制空權，仲可以用壓倒性嘅精確度同火力穿透咗佢哋嘅防禦。而家我哋將開始向內陸擴張，逐步深入伊朗領土進行打擊，為美國創造更大嘅行動自由。部隊，讓我稍為解釋一下我哋係點樣考慮領先於敵人嘅。首先喺過去嘅幾週裏，庫珀嘅海軍上將同埋中央指揮部嘅團隊咧，已經完善咗佢哋對該地區嘅作戰方法。佢哋嘅策劃者確定咗關鍵嘅重心，呢個將使伊朗能夠向境外投射力量。佢哋諗過點樣孤立關鍵嘅弱點，並且確定佢喺邊度可以用精確嘅方式達到最大嘅戰略效果。因此，中央司令部而家已經喺第4日由用大型精心策劃嘅遠程打擊組合轉變為其他方式，用遠距離嘅彈藥喺敵人無法攻擊美軍嘅範圍之外，依家轉為直接喺伊朗上空進行精確打擊。正如部長所講，呢個係彈藥轉換嘅關鍵時刻，由遠程彈藥轉為近距離彈藥。例如聯合直接攻擊彈藥，呢啲係有 GPS 輔助嘅自由落體武器，仲有其他例如地獄火導彈等等。咁樣可以令聯合作戰部隊對目標造成大幅提升嘅精確打擊效果。正如部長所講，節流閥而家係加大而唔係減慢。咁樣可以令我哋喺未來幾日持續對敵人施加壓力，干擾佢哋發射嘅時間表，仲可以日以繼夜嘅令佢哋付出代價。我知道大家對彈藥有好多疑問，
我哋而家有足夠嘅精確彈藥應付目前嘅任務，無論係進攻定防守都夠用。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作為一個慣例，我唔會講有幾多數量。我知道呢個問題引起咗好大爭議，我都多謝大家關心。但大家要明白，我哋將呢啲資訊視為行動安全嘅一部分。等我轉去睇下地圖先啊，希望我用鐳射筆唔會射到人啦。好似我頭先講嘅，對住你嗰部攝影機嘅朋友呢，我都希望個鐳射筆唔會反射到傷到你。佢最初幾日，美國聯合部隊持續攻擊同削弱敵方嘅彈道導彈能力，同時亦針對南面軸線嘅綜合防空能力。至於北面軸線，以色列同以色列空軍主要集中打擊北翼嘅綜合防空目標，仲有中程目標。同時都針對彈道導彈能力。喺海上，美國福特號航空母艦一直喺度投射戰鬥力量，仲有我哋嘅簡報開頭提過嘅轟炸機輪番出動。喺南面嘅戰略軸線方向，美國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一直持續喺東南沿海一帶，由海上持續不斷地施加軍事壓力。一路沿住海嚟到阿拉伯灣，都一直削弱對方嘅海軍實力，規模足夠應付所需打擊嘅目標。到目前為止，正如庫珀上將喺琴晚段片入邊講，我哋已經打擊咗超過2000個目標，我哋摧毀咗超過20艘伊朗海軍艦艇，除咗區外嘅護衛艦之外，仲包括一艘潛艇。而且產生嘅效果，而家呢個時刻已經有效嘅中和嘅伊朗主要嘅海軍力量喺戰區喺外邊。正如部長展示嗰段片，呢次係自1945年以嚟第一次，美國海軍快速攻擊潛艇用一枚 Mark 48魚雷擊沉敵方作戰艦艇，達到即時效果，將戰艦送落海底。我諗提醒大家，呢個係美國全球打擊能力嘅一個極之震撼嘅展示。要追蹤啊、發現啊同消滅一個嘅外地部署嘅對手，只有美國先可以做到嘅大規模嘅行動。喺未來24至48小時內呢，CENTCOM 會繼續打擊基礎設施同海軍能力，並且會持續評估我哋對軍事目標嘅進展。我哋需要時間去收集嗰啲資料，並且喺途中作出評估。我哋而家好多情報監察同偵察能力都用嚟追蹤同消滅目標。彈道導彈發射器具備單向攻擊能力。我哋對呢個評估呢好精確，亦都會如實反映事實。我哋對呢件事非常認真。相反，伊朗喺攻擊上邊呢就比較冇差別同唔夠精確。佢哋發射咗超過500枚彈道導彈同超過2000架無人機，攻擊咗全區內無辜平民目標。我哋嘅夥伴都同我哋一齊積極回應，保衛自己嘅呼籲。約旦、巴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同科威特都用自己嘅作戰能力，精確而克制佢保護緊自己嘅人民。約旦防空部隊最近攔截咗一批飛向安曼嘅伊朗單向攻擊無人機。巴林防空部隊擊落咗一架接近麥納馬海事設施嘅無人機，同時保護住佢哋嘅市民同重要嘅航運通道。沙特嘅愛國者導彈系統攔截嘅一輪針對達蘭附近能源設施嘅彈道導彈。阿聯酋成功中和咁多架針對阿布扎比工業區嘅無人機，展現出速度同精確度。至於卡塔爾戰機首次擊落咗2架正飛往喺佢地區嘅伊朗轟炸機。呢啲國家一齊合作，唔單止保護自己，仲根據需要對敵人展現實力。我哋已經過咗100個鐘頭，正如部長所講呢，依家都仲係好早階段啊，但係形勢已經開始轉變啦。我哋要時刻記住，呢啲行動好複雜、好危險，仲未完結。
我哋嘅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太空軍同埋海岸防衛隊成員依然身處險境，我哋要清楚知道風險依然好高。呢個就係戰鬥，千祈唔好忘記呢一點。喺我哋繼續嘅同時呢，我希望大家都記住，所有被派駐嘅隊友，無論係守夜、出動飛行任務、支援戰鬥，定係承擔住國家重任嘅人，我會喺我開始嘅地方停低，就係要記住我哋6位陣亡嘅同袍，佢哋會盡快返屋企。我依然感到謙卑，每日都為我哋聯合作戰部隊嘅英勇同專業感到感激同鼓舞。佢哋一直都係低調嘅專業人士，喺夜無憂嘅為美國出力。